咱等一下，咱伊一下。伫遮呼吁一下，恁若会当播 PPT， 欢迎来做 PPT 的工作。因为咱大概 PPT 工作拢两三个咧看尔吼，恁若有即个心愿，就当来学。好，来，咱来读，咱来做第一段开始。
因为你忧郁，愿遐的你爱你的名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三角内因保罗圣诗，圣诗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给你救赎我的主，请一日敬全首。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伯利都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果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内启应，启文59篇，启文59篇，也是圣诗后面1105页。我来启，请会众来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
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要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一切拢得到平安。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的安息主日，互阮有份来到主的圣殿三角敬拜阿老，领受你的话语。今仔日为总会所定文字传道事工奉献主日，求主互萧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感动每一个人的心，互搁较侪人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的救恩。求主供应一切文字传道事工所需要，甲因的服侍，成做正人的祝福，互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引带搁较侪人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真理。也求主保守台湾，甲阮每一个人的家庭得到平安，也互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为着世界和平努力。人权得到尊重，公平正义得到保障，纷争得到理性解决，地动水灾、洪灾的所在顺利来重建。主啊，阮的不安、阮的病痛、阮的挂虑，主你拢知。求主照每一个人的需要，赐福予阮，赐阮智慧甲气力，予阮。完全信靠主，我若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手中，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20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我来读。耶稣来到卡萨利亚耶利比境内的时，伊问伊的门徒讲：人讲人子是虾米人？因应讲：有人讲是施洗者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嘛有人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因讲：恁呢？恁讲我是虾米人？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耶稣因伊讲：西门巴约纳，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我阁甲你讲，你是彼得，是石盘，我要伫这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阴府死亡的权势，拢袂赢过伊。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你伫地上稳准的，伫天顶嘛会稳准。后来，伊命令门徒毋通甲人讲，伊就是基督。圣经以上，这时请夫妇团契学老，耶稣陪你行。是谁不明镜？
师正道，希望耶稣是主。请咱三甲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真做主你的儿女，真做受主你所接纳上帝国的子民。主，阮在阮何等会有福气，互阮通来透过各种的方式认捌你。主，当阮要恳求你，今仔日有缘甲阮三甲斗阵，充满伫你的伫阮的中间，你的神要来光照阮，要来提醒阮，要来引带阮，要来启发阮，互阮对你的话的内面通得到看见，看见上帝你的身份，看见主你的地位，嘛看见上帝你伫阮心目中要紧的位置。恳求上帝你继续施恩，踮伫阮众人的中间，伫讲的人甲听的人的中间。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咱的总会所定文字传道事工的奉献主日，所以今仔日真欢喜会通代表广播社来到伫咱的桃园教会，伫遮甲咱请安，嘛甲咱三甲伫遮做礼拜，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咱知影。传扬上帝的话，有时阵毋是只有靠嘴，有时阵嘛会通挖靠文字。所以文字有真大的气力，文字的气力，文字所传的道，有时阵甲咱嘴所讲、所分享的信息，有时阵迄款的气力是差不多变大，甚至会阁愈大。因为安怎？因为讲的人伫讲甲听的过程的中间，一个就过，总是文字会留下记录。文字是会通互咱不时佫会通摕出来看，不时佫会通摕出来甲咱提醒，不时伫迄个文字的中间，上帝咧咱来做工。所以文字有伊要紧的即个气力伫咱的生命内面，特别伫即个信仰的中间。所以今仔日真欢喜会通代表咱的总会特别是咱的广播社来到伫咱的中间来请安问好，哈等下伫讲道刷了后，有缘会有。即个影片，互咱会通做伙来看即个请安的影片，会通更较具体的来为着咱的文字事工的即个传道的事工，咱做伙来关心。伫教会内面，咱知影咱是分属伫无共款的教会。譬如我是鼓山教会的牧师，咱是桃园教会的兄弟姊妹，总是咱拢同属伫新德中会，咱嘛拢同属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个咱拢是属伫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咱是主内的兄弟姊妹，特别咱鼓山教会甲桃园教会嘛有真亲密的关系，因为伫59当前，鼓山教会是对咱桃园教会所分设出去，所以桃园教会算起来是鼓山教会的母会，所以安尼讲起来好亲像是亲上加亲。总是虽然咱拢是信主的即个基督徒，咱伫主内拢是兄弟姊妹，总是有可能咱所信的主，甚至伫咱家己教会的兄弟中间，有可能咱所信的主毋是同一位，咱敢要相信？咱拢知影咱是信耶稣，总是我要问，咱所信的耶稣是倒一个耶稣？咱所信的耶稣是？即个咱家己伫机台中所幻想出来的一个耶稣，其实是咱所信的耶稣，是咱对现实的不满的内面所投射、投射出来的迄个耶稣。其实是咱所信的耶稣，是别人嘴内面所谈论的迄个耶稣。其实是咱所信的耶稣，是即个电视咧讲的遐。总是即个耶稣，却毋是圣经。所甲咱启示的迄个耶稣，咱知有一寡兄弟姊妹，虽然伫教会聚会久久，嘛伫教会内面即个担当要紧的职务，甚至嘛参与真侪重要的服侍，总是却完全毋知家己咧信什么，嘛完全无了解伊所得侍奉的即个上帝到底是甚么人，这是真可惜的事。
望这毋是你甲我。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伊捌安尼讲，伊讲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袂拢入天国，只有实行我的天父旨意的人才会。伫迄日，有真侪人会对我讲：主啊主啊，阮咸毋是奉你的名传信息，捌奉你的名赶鬼，捌奉你的名行真侪神迹。迄时我会明明对因讲，我拢毋捌恁，恁这会做歹的人拢离开我。所以主耶稣伊伫遮所咧讲的，咧讲遐个声声句句，伫遐咧讲耶稣是主的遮个人，遮个人甚至有可能是奉主的名在传上帝信息的人，遮个人有可能是奉主的名在医病赶鬼的遮个人，佮所做的拢真有果效。遮个人若毋是传教者，啊若无就是伫教会内面真热心、真敬虔的基督徒。结果主耶稣却讲，连安尼的人，都拢无一定表示因是真正捌伊的人。虽然因好亲像做真济、真对、真好、真水的代志，总是对耶稣来讲，因所做的并毋是在实行我的爸的旨意的。意思就是讲，因是在做上帝所无吩咐因去做的事，因为因所讲的、所做的，毋是为着上帝，真有可能是为着家己。所以严格讲起来，安尼的人是信毋着耶稣，拜毋着上帝。所以咱嘛要讲，对安尼的人来讲，真有可能因所咧侍奉的上帝是倒一个上帝？因所侍奉的上帝就是家己，就是伊本身。因为伊真有可能为着要互人看见，要得到别人对伊的肯定甲普声，所以去服侍。因想要透过因家己的服侍，将大家的眼光注神聚集伫伊的身上，毋是伫上帝的身上。伊嘛真有可能是要将人带到伫家己的面前，毋是带到伫上帝的面前。另外，姊妹咱呢？咱敢有信着耶稣，拜着上帝，还是咱所信的、所拜的、所服侍的，犹原是咱所毋知的？好像保罗伫传道旅行的内面，伊伫雅典的迄个阿略山亚略巴谷，伫迄个所在，对当时的百姓安尼讲，恁介有宗教的热情真好，恁拜真济的神明，总是恁阁惊讲有倒一个神明恁毋捌的，煞拜无着，会受伊的咒诅，会受伊的刑罚。所以恁着搁加拜一个叫做毋捌的神，未识之神。保罗对遮开始切入，勇敢来向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牧师真望讲，咱拢会通深知咱的所信，嘛会通深信咱的所在。求主帮助咱，毋是亲像遐雅典的百姓共款，连家己到底咧信什么、咧拜什么，都拢毋知。但今仔日的经文，咱会通将伊看作是主耶稣互门徒的一个期末考。耶稣对门徒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人讲人子是甚物人？人讲人子是甚物人？门徒的回答是讲：有人讲是施洗者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嘛有人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中的一位。门徒伫遮所提出的答案，基本上拢甲耶稣指引伫一个先知。其实因所讲的，拢是较正面的看法，虽然无拄拢完全错误，咱嘛会通讲有淡薄仔嘛是对，总是即款的讲法是较肤浅，是较表面。今仔日真侪人对耶稣的认捌嘛是真表面、真肤浅，可能感觉耶稣伊是一个好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值得咱尊重、值得咱学习的一个模范、一个对象。嘛有人认为耶稣不过是宗教上的一个鸦片宗教上的鸦片，是提供伫宗教上互人心灵上的瓦壳安尼那定。另下弟兄妹，可能咱嘛捌听过咱的身躯边的这人咧谈论耶稣是甚物人，毋知咱敢有认同？你感觉讲伊讲的有道理，还是无道理？你感觉伊是真正捌耶稣，还是毋捌耶稣？英国有一个真有名的一个报道家，叫做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怀斐特。这个牧师伊捌问一个基督徒，安尼甲问讲：你所信的是甚物？结果这个基督徒甲回答讲：我信的，就是我的教会所咧相信的。
怀斐特佮甲问，讲你教会是信啥物？伊讲我的教会所相信的，就是我所相信的。最后，这个怀斐特甲问，你甲你的教会到底是咧信啥物？迄个人想想讲，阮信的拢共款。安尼回答，互咱感觉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不知所云。因为讲来讲去，拢无甲伊所信的内容，甲即个对象到底是啥物讲出来。其实伊安尼大概拢是因为对家己所信的无了解，因为可能敢若听过一寡人即个消化过的道理，好像咱听过咱的厝内面的亲人长辈因所分享的即个对圣经、对耶稣的认捌甲看法，也是讲主日学的老师的教导、某某神学家的意见，或者是某某教派学派所研究出来的即个结果。其实这毋是讲无好。嘛无拄拄讲拢毋对，总是迄叫做二手的资料，欠缺家己亲身的经历甲体会，所以遐财阀对咱来讲，迄是客观的理论。总是牧师要讲的是，客观的理论袂通代替咱个人对耶稣主观的认捌甲经历，嘛袂通取代咱甲伊的即个中间迄个密切关系的结连甲建立。伫今仔日个经文内面，当主耶稣问门徒头一个问题了后，伊随时阁煞接问第二个问题，讲恁呢？恁讲我是甚物人？耶稣听完这个门徒伫讲别人怎样伫讲伊的时阵，伊阁想要知影讲，这个差不多一天24点钟拢甲伊斗阵的这个门徒，对伊的认捌到底有偌济，有偌深？所以拄则所问的迄个问题，是一个较客观的问题。就是请门徒讲因听到有关耶稣的传闻，安尼若定，迄是足客观的。总是第二个问题是牵涉到一个较主观的、较个人的一个信念。这就好像像咧甲咱问讲，咱拢读过诗篇23篇，咱嘛拢读较熟悉。诗篇23篇咧甲咱讲啥物？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咱拢知影。总是。耶稣伊真做是一个主耶稣耶和华是真做一个牧者，你甲伊的关系到底是啥物？伊敢是你生命中的牧者？你敢捌伫生命的历程的内面，真实去体会、去经历主耶稣，也是讲主耶和华对咱的关心、对咱的牧养？伫经文中，当主耶稣伊问这个问题了后。彼得伊真做门徒的即个班长，伊就首先发难，伊就头一个回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咱对圣经中所提供的一寡线索会通知影，彼得伊检测是一个较毋知影要怎样深思熟虑，还是讲修饰言辞的一个人。伊是安尼一根直肠子通到底，伊想到啥物就讲啥物。安尼的人所讲的话，较无经过修饰较无即个圆滑，有时阵安尼有棱有角，伊真容易会互人受伤，也是讲无爽快。总是即边主耶稣竟然学了伊，因为伊伫主耶稣互门徒的即个期末考的内面，伊毋若头一个交卷，佮考100分。所以主耶稣甲讲：西门巴约纳，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对彼得伊的即个信仰个别的中间，咱会通看出。伊真清楚指出基督论的中心，就是基督的身份甲地位。这个中心实际上佫带出来另外一个主题，叫做教会论，也就是有关教会的本质甲功能。这两个主题伫神学的内面，伫系统神学的中间，拢是两个足要紧的神学主题。这两个主题一般的拢是伫保罗的书信的内面，较会去受提出来讨论。伫福音书提出来实际上是真少。总是这边彼得的信仰个别的内面，伊两个拢有讲到。伊有提到这个基督论，嘛提到教会论，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是真宝贵。伫遮有关基督论的论述，大概会通分做4个重点、4个部分。头一个，彼得的信仰个别是将耶稣甲旧约的弥赛亚连结做伙。其实彼得伊嘛认同百姓的看法，认为耶稣是一个先知，
总是伊用一个更较超越性的话来讲出伊对耶稣的认捌。伊讲耶稣就是基督。其实基督 Christos 这个字，伫旧约希伯来文的内面叫做受抹油的受膏者。伊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读做弥赛亚。所以当彼得在称呼耶稣是基督的时阵，伊是将眼前的这个耶稣甲旧约所咧应允要来的迄个弥赛亚来连接做伙。咱知影当彼得安尼讲的时阵，是足有这个突破性，足有迄个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因对弥赛亚拢有固定的想象甲期待。当时的百姓所期待的弥赛亚，就好亲像大卫迄款君王，会通用军事的气力来带领百姓革命，来推翻罗马帝国的一个领导者。所以这款的弥赛亚是身骑白马咧走三关的。所以对这来看，因心目中早就有固定迄个弥赛亚的形象，也是讲弥赛亚的模样。因为兄弟姊妹，有时阵咱咧认人的时阵，咱嘛会有一寡固定的印象。咱对某一个职业某一个即个身份地位，可能咱拢有某一寡想象，某一个期待。比如讲当我有时阵甲一寡微信的或者个朋友在做伙谈论，在做伙甲因接触的过程的中间，当我表明讲，我是牧师的时，通常大部分的人拢会作惊讶，讲牧师也有遮少年的。可能对因来讲，对牧师的想象是爱挂一支乌孔的目镜，即个目镜迄镜片介高，就迄个手爱捧一本圣经，常常穿牧师服。所以同款伫经文中，彼得伊会通伫当时将耶稣甲弥赛亚做伙连出来讲，这是真无简单的事。第二，彼得的信仰告白承认耶稣是永活上帝的囝。彼得知影耶稣不只是人子，更加是神子，是永活上帝的囝。伫约翰福音第6章的内面，当耶稣伊用5个饼2尾鱼的新食饲饱5000个人了后，伊阁讲一段话，真大段一段话。这段话中间包括安尼的一句，伊讲：我的肉真正会食得，我的血真正会啉得。当耶稣讲这话了后，包括军队耶稣的人拢讲：哇，这个话真困难了解，什么人听会落去？嘛，因为耶稣的话伤过恶得理解，伤过听袂落去，所以足侪人拢离开耶稣。当耶稣看这个人离开伊，就回头对这12个门徒讲一句话，讲：你嘛要离开哦？意思讲，你们也要跟他去吗？跟他们去吗？这时又阁是彼得安尼头一个提出来安尼讲话，伊讲：主啊，你有永远我的话，我要去对啥人？我已经信。佮确实知你是上帝的圣个，你是上帝的圣者。对今仔日个经文，甲拄则的迄段经文的中间，咱通知影，彼得伊毋若知影耶稣伊有永远活的话，嘛知影伊是永活上帝的囝。这表示讲彼得伊无亲像当时的遐个宗教领袖，敢若知影教条、仪式、规矩等等遮个外表的事，伊知影耶稣是永活上帝的囝。嘛知影伊来是要享受丰盛的生命，互人的上帝。第三项，彼得的信仰告白是对天父上帝所来的这个启示。伫经文的17节的后半段，耶稣对彼得安尼讲：讲西门巴约纳，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耶稣一个甲讲你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囝，巴约纳就是约拿的囝的意思啦吼。你会通相信我是基督，佮会通相信我是永活上帝的囝。这毋是属血气、属肉体甲你讲的，意思就是讲，这毋是世间人甲你讲的，因为这毋是会通对人有限的头脑所会通理解、所会通推论出来。这个是天顶的父上帝所甲你指示的。换一句话来讲，耶稣是要甲彼得讲。你会通看到别人所看袂到的，这个是真无简单的事。总是另外一方面，最后所嘛爱了解，你会通看到这个真理，毋是出伫你家己。
因为你无啥物通好自夸的所在，迄个是天父上帝甲你启示的。实际上，这嘛甲咱信主的过程共款。今仔日咱会通信耶稣是基督，是咱的救主，是咱的主。除了因为有人甲咱传福音以外，要紧的就是圣神伫咱的身上在做工，所以咱才会通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严格讲起来，咱会通信主，其实嘛毋是传福音要互咱的迄个人伊功劳有偌大，嘛毋是因为讲咱家己理解力有偌好，所以咱才会通来信耶稣，毋是，是来自圣神互咱的感动。好像就以弗所书的2章89-90所讲的，伊讲因为恁是靠上帝的恩典对信得到救，毋是靠恁家己，是靠上帝的恩赐。既然毋是靠行为，啥物人拢袂当夸口。既然是安尼，咱就来想，咱是毋是会通无靠圣神的气力，就会通明白上帝的启示？无可能。所以共款，一个牧师在准备讲章的时阵，若敢若透过家己过去伫神学院所装备的这神学财物，也是透过一寡注解册，甚至是透过即马咱讲 AI 人工智慧，透过这 ChatGPT， 就通写出一篇真感动人心的一个讲道片吗？迄嘛无可能。除非上帝的神伫咱的心中在做工，若无人无法度明白上帝的真理，更无法度来讲出一篇通造就人激励兄弟的一个道理。第四，这样信仰个别是领受福气的一个媒介。伫经文中，耶稣伊彼得安尼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真有福气。是安怎伊有福气？因为伊所个别的是合上帝心意的，是上帝所欢喜的。一个人要真做有福气的人，毋若是爱努力研读上帝的话，比方是咱嘛爱来祈祷来亲近上帝。当咱对上帝的话有更较深入的认捌甲了解，伫祈祷中间有对上帝更较即个亲密的迄款的经历甲体会的时阵，上帝的心意就会更较侪来向咱显明。所以对咱基督徒来讲，咱逐工其实拢在经历属灵的征战。咱的信仰爱有正确佮稳固的根基，敢若会通透过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有正确的认捌、理解佮体会，这个根基才会通受起造。所以愿主帮助咱透过伊的话，对伊的话语的认捌、了解佮体会，来起造咱正确佮稳固的信仰根基。当伫今仔日的经文第18节的中间，主耶稣伊嘛安尼来对彼得讲：我佮甲你讲，你是彼得，是石盘，我要伫即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阴府死亡的关系拢袂赢过伊。伫约翰福音的1章42节，当彼得的小弟安德烈甲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阵，耶稣看到彼得的头一句话是安尼甲讲：你是约翰的囝西门，我要甲你叫做基法。基法这个字这是阿兰语，这个彼得是这个希腊语，意思拢是石盘、石头的意思。其实伫耶稣的眼中，彼得好亲像是咱讲一块璞玉，未来若甲多加雕琢，伊就会当成就这成大器。所以真趣味，咱伫圣经内面，咱会通看见，主耶稣伊虽然甲即个西门改名改做彼得，总是你敢捌伫圣经内面看见耶稣直接叫伊彼得？毋捌，耶稣从来毋捌讲彼得，你叫做彼得，拢叫伊西门。这是啥物意思？因为耶稣爱伊知影讲，西门，我虽然甲你号做彼得，是一块石盘，总是迄是未来的代志。你目前是一块顽石。你虽然以后会做磐石，毋过即摆叫做顽石，所以你必须要不断接受上帝对你的塑造、磨练、甲破碎，你才会通安那，才会通顽石点头，才会通点石成金，来成做上帝所要使用的器具。你才会通彰显迄个石盘的特性，你才会通，我才会通将我的教会起造伫即款的即个石盘顶。对经文的内面嘛，会通看见有关教会的几项真理。头一项，教会是耶稣基督所起造的，教会毋是用人的手所起造的，是由耶稣基督亲自所起造，所以教会是属于伊。
咱拢知影，教会毋是一个社团，毋是一个俱乐部，毋是一个福利机构，是主耶稣用伊家己的血所设立的有机体。保罗伫以弗所书5章25节讲，基督疼教会，为着教会牺牲家己。虽然今仔日咱在座的兄弟姊妹，绝大多数咱彼此中间拢无血缘关系，除非咱是迄个亲人啦吼。总是我有缘要讲，咱伫属灵的顶面有缘有即个血缘关系，因为咱的罪拢是互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所以咱嘛拢是透过伊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来起造甲组织的。也因为安尼，教会的体质若要健康，教会若要得到兴旺，用人的方式绝对袂通，用世上的方式嘛做袂到，的确得爱用上帝的原则甲方式来起造，安尼才会通起造出属上帝、属基督的真的教会。所以，愿咱的堂教会真正会通成做是一间属基督真的教会。佮伫教会内面有真实的彼此互相相听，有好的信仰内涵甲表现。那第二，教会是受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基础。以弗所书第2章20节讲，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最上重要的基石。这使徒甲先知所宣扬的福音信息是甚物？就是耶稣是基督，是天父上帝的囝，是道成肉体的上帝。伊为着人类的罪来受钉死伫十字架顶，3日后对死过活。既然相信这款福音信息的人，就受接纳来成做上帝国的儿女。愿意相信这个信息的人，伊就会通亲像彼得，还是讲其他的门徒同款，成做石盘。所以当耶稣咧甲彼得讲：“你是彼得，是石盘，我要伫这个石盘顶起造我的教会”时阵，迄个时，耶稣毋是咧甲讲彼得，以后你就要做教皇，以后你就通拥有迄个教皇的权柄，所以你迄支锁匙拢摕条条。毋是，主要说是咧讲，教会必须要受起造伫以彼得做头的一个使徒的顶面，耶稣基督伊才是真正教会的石盘。伫这个中间，彼得只是代表所有的门徒，甚至是全人类，将这个石盘的内容个别出来的一个人拿定。所以，既然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拢必须爱相信这款的福音信息。若要爱安尼信，嘛着爱安尼传，安尼来为这个福音做见证。第三，教会是德性的团体。伫第18节的中间，主要所讲。阴府死亡的关系，拢未赢过伊。伫遮的即个阴府甲死亡的关系，原文叫做阴间的门。即句的意思是讲，阴间的门袂通阻挡教会的进入，也就是讲，教会会通亲门大户，直接进入魔鬼的巢穴，去甲属上帝的人抢救出来。到底？是安那阴府死亡的关系拢袂赢过伊，迄个原因是甚物？因为教会的头基督，伊袂通互死亡来拘束、来捆绑。伊是过活的主，所以死的毒钩袂通伫伊的身上是无作用。毋过，咱搁倒来现实面，咱可能嘛会看见有一寡教会有缘，咱讲真弱小，是讲真软弱、真无力，是安怎？教会毋是大有气力，会通进入魔鬼的巢穴，甲即个失丧的人，佮甲抢救倒来。是安有缘，咱伫现实的内面，佮看见真侪教会，几啊十栋来，有缘是小小一间，有缘是无男无女，有缘是好亲像即个真无气力。所以咱常常讲即教会真弱小。敢讲教会有弱小的？其实，迄毋是教会的问题，毋是上帝教会的问题。迄个是人的问题。那教会人有缘掠家己做头，掠家己做优先，无要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教会有缘要继续软弱落去。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的确着爱来自我反省甲检讨几项。头一项，教会有问题，这问题敢是由我所引起的。第二项，咱着爱顺服上帝伫教会内面的主权，
阁有伊要兴旺教会的时间。有时阵，迄个时间，毋是咱讲当时上帝要兴旺就兴旺，毋是迄有上帝的时间。第三项，伫听候上帝的时间的时阵，咱着爱洁净家己，清气家己，不断互家己伫灵性的方面长进成熟，安尼咱才会通发挥出教会所应该有的功能甲气力。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会通成做基督圣洁、纯全、无瑕疵的新娘。等候有一天，即个新郎就是耶稣，伊来迎娶即个教会。第四，教会的受起造是为着要来传扬福音，为主来做见证。咱都知影耶稣伊袂通互死亡所拘束，因为伊上是拥有天国的锁匙甲权柄。一个手摕锁匙的人，意思是伊会通自由来有即个自由出入的一个权柄。伫经文中的第19节，主耶稣伊甲彼得安尼讲，伊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你伫地上稳准的，伫天顶嘛会稳准。伫经文的内面，通看见耶稣伊将天国的锁匙互彼得，总是其实主耶稣是交互彼得所代表的迄个使徒团体，更加是交互以后要受起造的教会。包括今仔日的正教会，当然嘛包括咱的桃园教会。意思就是，教会内面所做的决定，不管是捆绑或者是偷放，拢在反映天顶的上帝所已经有的心意。所以，咱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咱唔通有错误的想象，唔是讲地上先捆绑啊，然后天顶才赶紧甲捆绑；地上先甲禁止啊，地上先甲偷放啊，天顶才甲偷放，毋是，是地上的教会所在捆绑的，就是天顶所要捆绑的；地上的教会所在偷放的，拄啊好是天顶所要偷放的。安尼安尼讲起来，教会要捆绑啥物，要偷放啥物？教会所要捆绑的，就是魔鬼甲属魔鬼的作为甲关系。教会要偷放啥物？教会要偷放的，就是遐个互罪恶、死亡甲魔鬼所捆绑、所拘束的这个人。那呢会通捆绑、会通偷放的工具是啥物？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当教会受起造起来了后，有一个要紧的使命，就是爱世界来传扬基督国话的福音，为主来做好的见证。弟兄姊妹，对今仔日的经文中，咱通知影。彼得耶稣所告别的迄句话，嘛拄啊好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间教会的每一间基督的教会所应该相信甲告别的。耶稣是基督，是永远上帝的囝。所以愿主帮助咱，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境况，无论咱面对什么款人，咱拢会通用咱的生命用这个世界来宣告，咱所相信的基督是永远上帝的囝，伫伊有永远的道。咱除了军队以外，咱无个军队其他的人，无军队世上的潮流。教会所要宣扬的福音真理，所要做的信仰见证，就是咱所信的耶稣基督。伊毋但伫2000多年前对世国话，伊国话的气力嘛，还搁伫今仔日的教会中间，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内面，不断要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咱目前咱有伫生活上拄着什么款的捆绑，无论是即个白疼的捆绑、感情的捆绑、一寡歹习惯的捆绑，或者是社情需要的捆绑，主要所拢要偷帮咱。伊国外的关联气力，拢要伫咱亲近伊、较无伊的时阵，来大向咱显明。愿咱拢会通学习，将咱的劳苦重担来交互伊，致使到伊要伫咱的生命中来行奇妙的神迹。愿主帮助咱，时运踮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通知你是基督，是永远上帝的囝。主啊，伫你有永远的道，阮要军队治罪，阮要军队什么人？阮只有军队你。虽然伫这世间，好亲像有一寡互阮感觉真有安全感，互阮真放心的这个代志，总是阮知，阮靠这个世间的人事物，迄个拢是暂时。
迄个拢是会倒坏，迄个拢是会响烂。总是当阮若瓦靠主你的时阵，你要互阮得到生命真实的安息，你要互阮的生命真实对你来得到投放。所以求主你帮助阮，设使伫阮的生命内面有甚物是受捆绑的，有甚物是捆绑阮致使到互阮无法度自由的，求主你来投放阮，求主你互阮活出教会应该有的款式，互阮常常伫阮的生命内面。透过阮所活即个言行举止，互别人通知耶稣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我要用安尼来成做阮生命的告别，成做阮信仰的告别。求主你继续施恩，踮伫阮众人的中间，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个是。咱有即个文字时间的纪念主日的影片5分钟，咱做伙来看。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台湾教会广播社伫这140年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就是阮要讲耶稣、传基督。特别伫这个世代，咱咧讲耶稣、咱咧传基督的时阵，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将伊保养出来，这个典范的故事，要互咱做伙伫黑暗中找到希望。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教会广播的两篇有关迄个圣诞节的，就来遮吗？我来遮就来。哦，因为我都出国嘛。我有出国，你就想讲会使做啥物代志？我自细汉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变做煞台语袂晓讲。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德文啊、日语啥，我竟然袂晓写家己诶文字。私底下去请阮干事甲伊联络。困难啊，拢伊担啦。我着拢负责简单就是甲滴咧，开始讲话安尼咧。咱台湾即块土地，一开始咱大家讲的就是台语啦。尾也有日语入来，尾也有汉字，咱有一个历史煞失传去啊。好咧，家在教会公报迄阵来的时候，因较早来，包括咧较早来，所以又甲即个留落来。咱即马搁转去看，咱发现讲，迄阵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呢，你知道无？咱有人去日本画着什么地展啊？东京地带。大家拢是讲台语啊，人嘛拢有写啊。所以我在讲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在这个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传互大家做伙拍拼咱无输人啦。我咧看白话就是安尼啦。一句讲，这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伊讲这句，我转来，逐礼拜逐字写，为拜一下，拜一下，拜一下，才写一年。因讲你今年我叫恁背金句，恁有背偌济？伊就迄本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伫遮。即摆家己愈感觉年老，体力渐渐减少，渐渐袂行。家己拢有知影。我身平安，当时计算拢无要紧，这有影。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搁真济。所以我即摆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压伫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吼。若是已经讲我义务也煞，也无责任啊。你着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广播社对台湾唯一的报纸变到规个媒体行业发展济济，甚至伫网络革命了后，每一个人拢会使成做媒体。
公报社要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但是因为这资源的分散，确实受到足大的影响。以这个更新周刊来讲，敢若是去年一档就比前一年搁减少100万的奉献收入。这个挑战虽然真困难，不过未改变公报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甜蜜亲子报、新眼光甲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拢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送到信徒的目睭前。对的代志就需要坚持，虽然这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坚持要去关心咱的受造界，所以无搁再来销售这个一遍就甲伊单调的塑胶圣餐杯。这虽然减少真侪收入，总是阮知这是阮应该坚持的。嘛恳求咱所有兄弟姊妹继续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事工，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费用，继续为阮关心代祷，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祝福大家。三角来回应圣诗，圣诗161首，圣诗161首，耶稣保平安，请起立吟全首。
莫桂英执事、林富祥执事来书宪。三角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的上帝。”马太福音16章16节，请。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的上帝。”马太福音16章16节。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的上帝。”马太福音16章16节。掀开第一页，下周的服侍人员，请预备心。周间的聚会、主日学、教育课程，请咱嘛注意。奉献的明细，若有订单，请咱向办公室来更正。掀开第三页，消息报告。首先，咱感谢鼓山教会。肖牧师来到咱同教会正道分享，请咱用欢迎的拍鼓仔声来欢迎肖牧师。本主日是为总会所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欢迎鼓山教会。肖文杰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请安报告加讲道。台湾教会广播社目前出版的刊物有《台湾教会公报》、《经生周刊》、《新安宫读经手册》、《甜蜜亲子报》、《少年新安宫》等等。所有事工背后需要真大的经费。嘛需要各位兄弟的支持、奉献、甲代祷。
第二点，咱本会王富仁牧师受派到鼓山教会为文字传道奉献主日请安报告，请代祷。下主日为得胜者主日，请为这个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第二，举行圣礼典、圣餐式，请兄姐预备心。第三，财务部会伫中昼12点半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四，行政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五，教育部会伫下晡1点伫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小会报告：2025团契会长监选名单如下，请各团契通知办公室监选时间。学制伫8月30以前，年制伫9月底前完成改选，请团契首长通知监选长老。双年团契张碧君长老，妇女团契林中洲长老，夫妇团契黄文光长老，得胜者团契余志明长老，社青团契陈维明长老，学校团契陈建州长老、陈建州长老，圣歌队黄传军长老，敬拜团黄孝杰长老、王孝杰长老，下季学校陈建州长老。教界消息：台湾女子神学院圣经甲咱神学学程的招生吼，马可福音讲师伫施信德牧师，罗德记、以斯帖记是讲师是连延牧师。上课的时间伫8月29到11月28截止吼。上课时间伫每礼拜四吼，上午9点到12点10分，地点伫桃园教会，费用每名3000块，请向办公室报名缴费。第二，平安杯行动教会升家至郑元宪牧师就任受职感恩礼拜，请代祷。时间伫今仔日下晡2点到3点，地点伫平安杯行动教会。第三，八德教会杜牧师、杜宗仁牧师进庭退休感恩礼拜，请代祷。时间伫今仔日下晡3点到4点，地点伫平安杯行动教会。无补充补，无吼。上营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诗员，请教主教导。得到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
天父上帝永袂变换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引带，踮伫恁众人的生命内面，互恁通伫恁的生命中来见证耶稣是主，是永远上帝的囝。安尼祈祷祝福，奉耶稣的名，阿免。请坐，电乐、立倒。平安礼，请兄弟彼此平安，耶稣名里，愿你平安。